好，大家较早，今仔日2025年9月27，这场论坛是景南书院安排台语讲万项米系列的第2场咱邀请到石国月老的翁辉顺先生来遮来甲咱分享伊成立这个石国月老的头尾，就是在做甲台湾人牵红线的工课。咱要开始讲之前呢，咱小可小解一下景南书院。景南书院是对秘密这我早，景南书院是对2024年开始运作的一个5013的组织。阮主要工课是有台语课啦就是伫咧台湾会馆的台湾学校内底台语的课程是景南书院在处理。阮家己嘛有在办读册会今年的写作班拄好办了，无偌久。阮会出版一本课本，也是有知影啥物人伫线顶，还是讲实体咧开台语课，伫教囡仔欢迎推荐因使用阮的课本。这是咱书院所有的线顶的网链，会当看到阮在做的工课。主要有一个逐个月聚会或者请卡，若是在地的朋友欢迎来参加。过来就是有要寄付给书院这是寄付的手路。以上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互翁辉顺先生。你麦克无开？对，歹势。安尼有听有啊。好，感谢明翰的邀请，因为我甲明翰其实是共一间公司的同事啦。伊就是可能是7月份的时阵，有伫公司斗阵食中昼的时阵伊就甲我邀请来讲，你敢有要来这分享这石国月老的这头尾来这故事就我迄时阵就是讲好嘛，会当试看卖用台语来讲看卖。我这个礼拜就是看着讲我拜六要来分享，爱用台语来分享，我家己心内就想讲哇，这实在是有小可紧张，嘛毋是小可啦，就是实在是足紧张的。我平常时讲台语的这时阵，就是我敲电话转去台湾的时阵就是我甲我的这爸母讲台语是较熟悉的我平常我即马有一个这感谢大家拍波互我鼓励我平常时就是我即马有一个4岁的囡仔我就是对伊1岁2岁的时阵就试讲安尼爱来讲台语其实我的某是开始的时阵是无啥物支持因为阮某是想讲这个囡仔细汉的时阵爱学华语，爱学英文这伊的爸爸讲台语讲毋是足认真，安尼敢有法度但是我就是试看卖啦，因为我对细汉的时阵嘛毋是讲台语大的就是家己想讲要来讲台语，互我的囝听安尼。即马我的囝就是有听有一寡台语啦我就即马嘛是讲继续伫咧拍拼，讲咧加讲寡台语互伊听互伊讲后摆会当听会当讲会当听安尼。好，我来分享咧我的荧幕等一下好，我即马就是这石国月老的这创办人我的名叫做翁辉顺我即马其实我的这 full time job 是做工程师啦伫安坝做工程师第一咧就是爱来这家己介绍一个我是谁我的爸母咧是对金门来的
所以讲呢，我係頭拄仔個講這台語就是講，阮爸爸媽媽來台灣的時陣，可能講金門講的台語甲台灣較無共款啦。所以講，我感覺講阮兜啦，阮爸爸迄邊還是阮媽媽這邊啊，攏是佇台灣時陣，攏是講華語較濟。所以講我感覺我細漢時陣，其實台語講啊，毋是足好誒。我是大漢了後，家己想要甲個台語講轉來啊。我大學誒時陣呢，是去讀台大電機啊。畢業了後咧，是去 MediaTek 做這晶片設計，是做這手機嘅晶片。做了4年了後呢，就想講想講試看覓講敢有法度來美國讀冊所以講後來就申請到這 Wisconsin 嘅學校 Wisconsin Madison，讀了2年嘅這 Computer Science 資工碩士了後呢，就去2018 OK 就到這 Umbrella 安巴來做工課，做到今嘛。有足濟人聽到講我是細個活路第一個問的就是講，你是為什麼想要做這細個活路啊？這就是來講故事啦。就是佇 COVID-19 的時陣，就是這中國肺炎安的這期間大家攏佇厝內做工課嘛。迄當時就是大家佇厝內做工課的時陣，你嘛無法度出門嘛。所以講佇厝內呢，就是看電視啊，看 Netflix。迄當時有一個節目叫做 Indian Matchmaking， 就是印度媒人播啦，這般的就是講，這媒人播伊佇世界主要是印度甲這美國啦，佇替這Indian， 替這印度人來找牽手。因為看起來就說有足濟個印第安，因想要找嘛，共是印第安的人，所以講呢，這媒人婆就去這世界無共個所在，替因找牽手。內底當然是有足濟足趣味的代誌啦。我迄陣時看到就想講，伊是替這印第安印度人來服務。我敢有法度來替我的這台灣朋友來服務，因為迄當時我的面冊面頂朋友呢有3000，有差不多有3000個面冊朋友啦。但是平常時你若是無代志，嘛是袂去聯絡別人嘛，對無？所以講我迄陣時就想講說，這3000個朋友囥佇遐。無因實在是足可惜的。迄當時呢，我身軀邊呢，我佇台灣，我佇日本，我佇這東岸佇這加州，攏有足濟朋友是這single 單身找無另外找無牽手。所以講我迄當時迄當時嘛是有足濟朋友甲我complain 講，佇這約會軟體面頂dating app 面頂，要找一個正常的人，實在是足困難的。我迄當時就想講，我有這麼多朋友，還有這麼多朋友是 single 單身，找無女朋友，找無男朋友，我是不是會當來學這 Indian matchmaker， 這印度的這媒人婆來做同款的代志，所以講呢，我迄個時陣呢，我家己用面冊，家己用這個 Google Form 做一個表格，互大家會知想講你是誰，你即馬是做啥物工課，你是啥物學校畢業，你即馬想要找啥物款的人，你有啥物相片無？你就互我，我摕到這你的資料了後咧，我就會看講，我敢有啥物朋友，是朋友的朋友，會當甲你配起來，我就會傳互
另外一个人讲，你看一下，这个人你敢有想要熟悉？吼、啊，若是两边拢想要熟悉对方，我就讲这是配对成功，吼、这是一个 match， 吼、啊，我迄个时阵呢，因为是这疫情的时阵嘛，所以讲无除了工课了以外呢，就是做做这做这代志啦，吼，就是用这面册 Messenger 来去找人。啊，我迄个时阵呢，实在是1月到2月时阵呢，就有20个 match， 吼，啊，佮有4对有因两个有看到对方啦，吼，就是讲可能是伫台湾，吼，因为约出来，吼，所以讲迄个时阵，我有一个朋友看到讲，这个红皮孙会遮厉害哦，伫面册面顶哦，安尼用啊跟20个 match， 吼，所以讲迄个时阵嘛是 Clubhouse 就popular 的时阵，所以讲呢，阮迄个时阵就伫情人节的时阵呢开房间，吼，啊，我的朋友叫做 DC 姐姐啦。啊，伊迄时阵，我迄当时其实是无啥物名啦，我迄当时就是叫我家己是这嘴哥月老事务所安尼，但是伊迄个时阵就是嘛是真有创意，就是叫我是细个活老，所以讲我迄个时阵说，别人叫我是细个活老诶，吼，啊，搁要开房间，啊，因为伊迄个时阵搁有来宣传讲，我要来这个开房间，然后来甲这个伫细个的这我的朋友细个活老来讨论讲，美国的东岸甲西岸无共的约会的文化，吼，所以讲我迄个时阵就想讲，我就爱来用一个面册的fan page 啦，来就想讲，迄个时阵嘛无想太多，就是想讲爱用一个粉丝专业，互大家会使识在我吼，所以讲迄个时阵就开了这个房间，这就是为虾米我叫做细个活老。我即马嘛爱实在是真感谢我的朋友哦，当迄当时甲我出这个名呢，吼啊了后呢，其实咧当初是凊彩找一个做 logo 的这 website， 吼，来用这细个活老。后来呢，我毋知是安怎想的，我就请我小弟的一个设计师的朋友来设计这细个活老的这 logo。我迄当时是开5000块台票，是5000块，啊，请伊设计细个活老的这个 logo。啊，阮某迄当时佫想讲，啊，我这个细个活老可能是用好耍的吧，无要趁钱，为虾米要开钱来做这个 logo 呢？但是呢，后来是证明讲，我当初开这个5000块实在是足有价值的，因为我开了这钱了后咧，后来呢，在宣传活动的时阵，别人就会想讲，这个 logo 看甲袂歹哦，啊，佫有真专业的感觉，所以讲我后来我有足侪活动会当顺利的会当来办，我感觉讲甲我这个最开始的时阵开这个5000块是有是足有价值的啦。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需要细个活老呢？吼，啊，我头拄有可能有讲到，就是说伫北美洲这边啊，其实无啥物台湾人伫做这个约会服务，真侪拢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做，啊是若是要找讲华语的哦，有足侪拢是中国人做的约会服务。所以讲，我即马做这个细个活老，可能是北美洲是唯 only one， 就唯一一个这个台湾人家己的约会的服务。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伫这有真侪个约会问题面顶哦，你要看讲，这个人是毋是台湾来的，实在是
会足难的，因为有足侪软体，伊可能是有一寡个政治的原因吧，伊就无要互伊知影讲，即个人是中国人，还是即个人是台湾人，还是即个人是对马来西亚来的，还是对新加坡来的，所以讲要伫即个约会软体面顶要找台湾人，实在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啊，尤其咧伫约会软体面顶咧，你要找一个正常的人，要找人实在是足困难，因为你爱你爱 like 对方，啊对方嘛爱介意你，对吧？啊两个介意对方了后呢，变做一个 match， 啊有 match 了后呢，你就爱传这个 text 给别人嘛，啊你传啊了后呢，无一定会当有这个回应，啊有回应了后呢，你个要甲伊约约出来嘛是足困难的，所以讲这大家就是开足侪时间伫这面顶，但是呢嘛无一定会当看到对方，嘛无一定会当甲对方讲话。啊，尤其咧伫美国有足侪台湾人嘛想要找有同款文化背景的人，就是找台湾人啦。所以讲我感觉讲我做这个社交网络嘛是足重要的，对台湾人来讲，好啊我。即马社交网络呢，有做啥物代志咧？主要是3个部分啦。主要第一个就是线顶的快速约会，互台湾人会当足快速的看到对方是性格啥物样，啊嘛有机会会当讲7分钟的这个话，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有一寡合作的公司伫台湾，啊第一个是约会专家，因即马。甲我的合作的方式就是讲，因伫台湾有足侪諮商心理師，啊，我就因每個月攏有這段課程，互因的會員來聽。啊，我這邊呢就是合作的方式，就是講我這邊的800種的人，雖然講我這是無會員的制度啦，但是大家就是會當來買票，買這個課程來上，互家己會當有閣做有會當學講要安怎來互家己較好啊，會當找到牽手安尼。啊，我佇台灣呢嘛有2個算講三個啦。啊，約會製作是我上主要的一個合作的公司，阮嘛會使，阮嘛有這個1對1的戀愛的服務，會當互大家講，你要找啥物款的人，啊，你提出你的要求，啊，互這個約會的秘書會當來處理，啊，主要就是這3個部分，啊，我常常我甲別人講，我的社交網絡是佇做這個線頂快速約會的啦。那可能有足侪人毋知講，這要安怎會當佇線頂來做這個快速約會？我這邊就來甲大家解說一下。阮主要就是用 Zoom 這個軟體來做這個快速約會。啊，佇阮的這個活動面頂呢，阮會互大家有7分鐘的時間，啊，甲別人用這個 breakout room，就是分組討論的這個功能來做這個快速約會。你就佇這個 breakout room 內底咧，你就會使用甲對方來介紹你家己啊。阮每一擺攏會提供阮會互大家有一個破冰的問題啊，ice breaker， 互大家會當會當對迄個問題開始來開講，啊，這就是這就是阮每一個活動，阮攏會翕一個相，大家就是講阮每一張就可能是有12個查某，12個查某，安尼互大家佇拜五下昏來佇線頂來做這個快速約會，會當來認識新的朋友。啊，
嘛有足侪人就会想讲，说个网络即个线顶的快速优惠，敢有敢有效？吼，啊，阮即马咧，其实呢，总共呢有今年办完应该是会有3000人次来参加我的活动。啊，我昨昏拜五的时阵，我每说拜五下昏嘛，拄啊办完另外一场活动，所以讲我昨昏迄场是第99场，下一场就是100场嘛，所以讲我今年嘛会办超过100场哦。啊，我即马呢，我每一年，平均来讲，应该是有差不多个4到7对诶 couple 会成功。啊，我即马呢，对我2021年开始做到即马2025年，我拢总是5年的时间，我即马有6对结婚，吼，所以讲嘛是足欢喜的啦，会当讲我做这个 side project， 做这个细个活络，会当真正的帮助到我的这个朋友啦，吼，因为这六对内底可能有差不多4对是我伫细个的朋友，吼，所以讲我做这个嘛是讲会足欢喜的，会当真正的来斗相共啦，吼。啊，我即马有啥物款的活动呢？主要就是我有办这个台美的快速优惠，就是互台湾还是讲别所在的查某加这个北美洲的这个查甫吼，来伫线顶来熟悉吼。啊，嘛有这个办互啊，有时阵嘛有一寡特别的活动，像这个是互基督徒参加的。嘛有互这个台湾的这个航空业 aviation， 可能是你是航空公司的空服啊、地勤啊吼来参加的，技师嘛会使。我顶摆嘛有办这个1+1大于2，就是互这个台湾的这个伫医疗产业最工课的人哦，伫东湾的人、西湾的人来参加，就想讲你若是做医生、做护理师，还是做这伫这医疗产业内底伫做工课，可能讲你有这开讲起来，可能较有话会当讲嘛，吼，所以讲我就想讲，来办这个1+1大于2，嘛有这2杯微醺，这是伫 New York City 这实体的活动，吼。啊，阮伫湾区这边嘛有办这约会任务，哦，2杯饮茶，就是讲，互每个月互大家一个 random 的，随机的这约会的对象，互大家会当家己去约去啉这饮茶，嘛有下礼拜啦，要来办第二摆的这手揽元气，啊，这是甲湾区的一个染工艺师来合作，就是讲大家会当来做物件来染布啊嘛同一个时间呢嘛会使来熟悉新的朋友啊，我平常嘛有伫这北美洲无同的所在，无同的州，无同的这city 办活动，亲像我有办这西雅图的加州、北加州、南加州、德州、中西部，啊，还有New York， 啊嘛有这东岸，嘛有 Boston， 就是有伫足侪 city 拢有办这线顶的快速优惠，啊，我即马就是要来分享一寡小故事啦，啊，我平常是伫我的 Instagram， 伫我的这 social media 面顶，就有写这细个活络的这随笔记事，就是讲平常时若是有拄着啥物代志，我就甲伊写起来，来做一个记录，啊，亲像最近啊，这3个拢是最近的这文章啊，上近的这个是毋是
有时阵就是有人怀疑讲，这查甫查某吼，伤缘投啦，伤水啦吼，是毋是我找来的暗装吼？嘿，但是我想讲，这伫台湾啊，其实有足侪这婚友社哦，这款吼，种婚友社会找枪手啦，还是找家己暗装啦吼，就是迄款是讲。你付钱互伊来，伊其实无要约会啦，无要找，伊嘛可能其实是有女朋友、有男朋友的迄款，吼，要来骗大家的钱啊。但是呢，我伫美国这边，我是想讲伫台湾迄款，可能是你开10几万啊吼，10万、20万、30万迄款吼，伊就有这压力嘛，想要爱找一个好看的人互你，无你开遐侪钱对无？互你的人若是阁无好，你一定。你可能会去冤家嘛，吼但是阮这边呢是一张票是40块啦，40块美金，其实呢嘛无算多，对无？有一寡人呢，你就是想讲，这个人遮缘投，这个人遮遐尼水，伫活动面顶的时阵，阮开讲的时阵，实在是嘛足欢喜的啊，对无？为什么到活动结束了后呢，我来传这 text 吼，来传互伊，伊若拢无甲我应，是毋是这你是毋是你设个网络，你派你的暗装吼，派你的这枪手吼来这活动骗我的钱，骗我的40块，是毋是？但是我有时阵嘛是足无奈的啦，因为我实在是无啥物这。动机要去骗你的40块，我来请这个足缘投的，也是足水的人。有时阵就是因为我是收40块嘛，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收这个钱哦，就是讲会当filter， 会当过滤掉一寡无好的人，有一寡是阮叫做免费仔啊，这就是你若是爱钱，伊就无想要来迄款人啊。就是较会当第一个会较当生的人啊，所以讲我这边其实咧，有时阵虽然讲是找无定伫找人来参加我的活动啊，但是愿意付钱付40块来参加我的活动的人，其实我感觉讲素质都袂歹，我有时阵呢，办这款联谊。活动有时阵就是有一寡较麻烦的代志爱处理啦吼，有人就是讲话就是较无安怎讲话较无正经啦吼，互查某互查甫感觉讲无爽快。有时阵呢有一寡人呢就是他即会跟对方约炮，我嘛感觉讲这个是无好，对我来讲啦，我是无希望讲我的这个参加的人会伫这边拄着这款的人，所以讲但是我听到这款代志的时阵呢，嘛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讲，我嘛是足生气的，就是讲你这个人讲话哪会安尼？第二个就是想讲，我若是无甲大家讲你毋通安尼做，我就甲伊踢出去，还是讲。把伊放伫咧黑名单内底嘛无好，所以讲我即马办活动，我拢会甲大家讲阮来参加我的活动，你就是爱优先爱尊重别人吼，毋通约炮安尼吼。另外一个呢，就是嘛有足侪人会担心，因为伫台湾你参加这款联谊活动的时阵呢。因为台湾的身份证后壁，拢有写讲你敢有牵手嘛，对无？但是伫美国呢，阮拢是用这 driving license， 用这驾照，用驾照来看来当做你的身份的证明。所以讲呢，阮伫美国办活动的时阵呢，是无法度确定讲你敢有牵手的，你敢有某，你敢有翁，这是阮是无法度确定的。所以讲有一寡人来参加我的活动的时阵，伊就会担心讲，我若是拄着
有一寡人伊其实有某有翁吼，有男朋友有女朋友要安怎？但是呢，我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啊，就是其实咧台湾人的社群呢，是伫北美洲的其实是足水足水。有一个过去其实有一个人就是讲伊伫美国是无女朋友，但是伊伫台湾有但是有一寡查某甲伊讲话讲，发现讲即件代志了后呢，其实呢拢有人会来找我讲。有一摆是有一个查甫，伊其实呢是有女朋友的，但是呢伊无甲我讲，因为伊的女朋友呢其实是伫 DC 啦，伊人呢伫这西国这边，所有的人伫西国这边拢想讲伊是这 single 无女朋友，但是有一摆呢，伊的这算讲前女友啦，就来参加我的活动，伊就来甲我讲，其实伊的前男友伊的这 X 其实有来参加我的活动，我就是其实我迄时阵就是实在是足 surprise 的，因为伫西国这边的无人知影讲伊去年进前的其实是有女朋友的所以讲我感觉讲其实这伫北美洲这边啊，这台湾人的社群是足水。你若是做啥物无好的代志，你想要你有一个某，你有一个女朋友，你想要参起来，我感觉讲是其实是无可能啦所以讲若是有啥物阿萨布鲁的人来参加我的活动，其实我拢会真紧拢会知影讲，这个人其实是袂使来的还是讲伊其实可能是无适合阮的活动。我伫这做4个活动，今年是第5年啦所以讲我有学着一个教识啦第一个就是这台语有一个俗语叫做我感觉地导游啦。看袂出来，你看袂出来呢，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讲，这个人若是伊就是钓直要骗人的人，其实阮是看袂出来的伊这是足难这预防的。另外一个就是讲，有时阵这个人呢，伊来参加我的活动，有时阵你会感觉讲，这个人看起来，你感觉讲伊唔是一个足好的对象你可能无介意伊的。无管是啥物所在啦，伊可能伊就是对你来讲，你感觉讲，这人可能是无真适合咱的活动安尼。但是咧，有时阵即款人伊来参加你的活动，因为阮的活动到最后有一个调查，就是讲，你今日参加完了后咧，你会当甲阮讲，今日有几个人是你后摆你想要继续来联络来做朋友的我每一摆呢看迄调查的结果呢，有时阵就会惊到，就是这个人来的时阵，你想讲伊可能会无票但是呢，其实呢，伊非常的 popular 嘛有可能啦就是讲有一寡人伊是生足缘投的足水的，但是伊伫讲话的时阵呢。无啥物会晓讲话，所以讲大家开讲完了呢，可能就袂选伊有一寡人呢是一看起来，你感觉讲还好，但是伊可能是一个足会晓讲话的人互人会感觉讲会足温暖的迄款人可能就是有会得到足侪票所以讲有时阵就是我家己去看，可能就是会看走眼会看唔到，所以讲有时阵实在就讲我即马就是因为有一寡人伊就来问讲，我感觉讲参加你的活动，参加的人其实都袂歹，你是安怎选的？我有时阵我就是甲伊讲，其实咧我无选，我就是我的票就是40块，来参加的人到即马其实愿意来开这40块的人，我感觉讲其实都袂歹。另外一个
教是呢，就是讲做这细个活动吼，做来办活动，上重要的就是你要安怎管理大家的期待吼，就是有时阵就是你爱讲好清楚，讲你来会有啥物物件，因为上开始伫做的时阵就想讲你爱互大家有 surprise 啊，就是讲互大家有一寡就是惊喜啦吼。但是因为你有时阵有办这活动，你想要设计啥物无共个物件互大家，吼你就想讲你无想要先甲大家讲，你想要到活动的时阵，搁甲活动的时阵搁讲。但是我后来发现讲，大家安尼可能参加活动的体验就无好，所以讲我感觉讲，到后来咧，就是你要安怎管理大家的期待。亲像我昨昏就是办些机缘相遇，其实就是互要 target 伫美国的台湾人，还有伫航空业做工课的人。有一寡人就是伊就想讲，台湾的航空业。所以讲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是空姐？但是嘛毋是呢，阮就是讲一场活动内底可能有2个3个是空服员，有一寡人可能是地勤，有一寡人可能是住伫美国的查某，就是讲袂讲每一个人拢是空服员啊。有一寡人就是伊伫写这意见调查的时阵，伊就甲我讲，4个这参加这活动，这个广告不实啊，那也毋是每一个人拢是空服员啊。我就想讲，哇，你这个人是安怎？你开40块，但是我无可能讲，我找每一个人拢是空服员，找空姐互你熟悉啊，对无？可能有2个3个有是啦，但是我无可能袂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啊，所以讲。所以讲，我感觉讲就是管理这期待最重要，你就爱甲大家讲清楚，讲 OK， 阮这活动这是安怎是啥物人会来？有时阵虽然讲你写定迄边，但是呢，就是无人会仔细看啦。所以讲，我感觉讲爱管理这期待嘛是最重要，互大家来参加活动的时阵，会当知影讲伊买这40块的票会得到啥物物件安尼。虽然其实我是一个工程师啦，我毋是啥物恋爱这叫做恋爱专家，毋是，我就是一个爱办活动的人啊，就爱实在新朋友的人但是呢，嘛有足侪人会问我讲，要安怎找工手较好？有啥物tips？ 有啥物这秘诀有无？我这边就是讲我家己的一个观察，就是讲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就是爱先熟悉100个新朋友，100个人，我就无信讲你去熟悉100个新朋友内底无一个是你可能的这个对象那是讲，因为有足侪人伊的标准是足悬的嘛，伊就讲那些市场内底呢看起来拢无我介意的但是呢，有时阵就是讲因为阮即马做工课嘛，有时阵你的这个生活圈较细嘛，你就可能是要实在新的朋友是足困难的。那你其实的你若是要讲讲你找无男朋友、找无女朋友，可能你爱先去互家己熟悉100个这女性还是男性来。若是你实在了后，你阁无法度我就是讲，你若是想要放弃嘛会使啦有一本册是这足 popular 的，这本册出的时阵呢，有足侪人传迄个煮的这
PowerPoint 啊，还是些文章啊，还是讲有一寡 YouTube 有翕这本册诶介绍吼。啊，这本册我家己嘛有买，我家己嘛有读。啊，我家己讲是想讲，这内底写诶物件其实嘛是袂歹，其实嘛是足好诶。哦，啊，伊内底有写着这有 Chapter 11甲 Chapter 12有写着讲，一寡迷思啦吼，就是讲足侪人就是爱看，爱第一眼看着这个人，感觉讲无感觉，就想讲，这个毋是这个足好诶，毋是伊想要诶对象啦。但是咧，其实咧，你若是拄着你诶 Mr. Right 吼，拄着对对诶人吼，可能第一摆你袂感觉讲，这个人就是你诶翁，你诶某，定毋是。啊，有足侪人嘛伫找一个找讲，我甲即个人爱有一寡 chemistry， 有一寡迄 special 的感觉哦。但是呢，无一定啊，就是讲，若是有一个查甫，有一个查某，互你有即款就无共迄感觉的时阵，有时阵嘛是有可能足危险的，因为即款人呢，可能是渣男渣女哦。所以讲呢，你若是拄着一个无聊的工程师，但是呢，你千万唔通讲第一摆就讲这个我无爱啦。但是有可能伊其实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是你的 Mr. Right， 但是呢，你就是无发现讲伊其实是一个好人吼。好啊，另外一个呢，伫细个只，因为即马大家拢是用这个约会软体嘛。啊，我头拄仔有讲嘛，你伫这约会软体面顶呢，你开每一工你可能就要开一点钟伫遐看讲，这个人是好毋好，好毋好安尼看嘛吼。啊，有这个人呢，这最后呢，你伫这面顶呢，好不容易呢找到一个 match， 好啊，又找了咧第一摆，我感觉无感觉，啊是讲无，毋是讲毋是讲真很喜欢，啊就想讲啊第一摆啊就无啊，啊其实咧，这本册作者就是建议讲，你若是拄着一个人哦，约出来了后，其实咧上少，你爱约2摆，哦，2摆了后呢，你过来决定讲，你敢有要甲这个人继续来约会，哦，因为即马有足侪人就是讲，伊约一摆就想讲啊，这无介意，换一个啦，吼，但是我感觉讲，这嘛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啊。因为我实在我阮某的时阵，我迄个时阵是想讲，我这可能是我一生内底唯一的机会，所以讲我一定爱把握。所以讲，这mindset 是完全无共的，因为我迄个时阵是无 dating app， 即马大家有 dating app 啊，即马有足侪机会会当找人识识人，但是感觉讲，这个时代可能这找某找翁看起来是更加困难哦，可能是就是大家这选择伤多啊吼。啊，另外一个我家己想讲这找牵手的这想法，就是讲你唔通讲不要设限啦，就是讲你莫想讲我就是一定爱找什么款的人，我一定无爱找什么款的人，除非就是讲我无要找跋筊的人，这就是无要找跋筊的，无要找食薰的，这款我是讲会使了解，但是另外就是说我无要找什么这身高要大悬的人，还是讲我想要找这个面呢，看起来就是爱有亲像这 model 小模有一寡人伊会设下这种奇怪的这条件嘛但是我就想讲，就是上好就是莫互家己有遮尔多诶限制安尼找实在新朋友安尼较无啥物心理上比较没什么负担
吼、所以讲我办这个踅股外路是，其实呢是有趁钱的，但是就是趁小寡小寡安尼啦，吼，有足侪人听到讲，我一年趁的钱可能就是10000块美金啦。对台湾人来讲，可能讲是足侪钱啊。但是对你若是要伫美国要过生活，这10000块可能是无法度，是完全无法度过生活的啦吼。但是我趁这钱的是对台湾人身躯面顶趁到的，所以讲我对这2003年、02年开始呢，嘛有这关来赞助台湾人的活动啊，就是讲我2023年的时阵呢，就有斗相共来办这台湾日，吼嘛有赞助我家己的电机系学会的学生，我就甲伊讲，这钱哦。你就互伊，恁就是去食饭就好啊，不要紧哦。我嘛有赞助这台湾人的这每西每东的夏令会，嘛有赞助这Boston 的台湾的影展，嘛有赞助这台的校友会，伫湾区这边啊，其实一寡台湾人的商会亲亲商会。我嘛有赞助，有参加活动吼，有来甲伊相挺吼。我今年嘛是讲台湾人这每西每东每3区的夏令会，我拢有赞助，就是讲想讲这取之于台湾吼，回馈于台湾安尼。吼虽然讲我的台语讲无介好，我的台文嘛无好，但是呢，我就试看觅讲，伫我这踅股外路的这 social media 面顶，若是有拄着有机会会当写这台文呢，我就来写看觅吼。亲像这今年的这端午节的时阵嘛，有写这5日节食肉粽日白的时阵嘛有，因为阮有一个穿乌衫的活动嘛，就是嘛有伫我的社群面顶来这宣传。新年快乐的时阵呢，嘛来写一个，旧年的时阵呢，嘛是写，嘛有这圣诞节的时阵嘛有写这圣诞快乐，感恩节的时阵有写这感谢有你，顶摆有地动的时阵呢，嘛有写这爱敲电话转去厝内哦，安尼，就是想讲，互大家讲有愈来愈惯势，讲这有。华文有英文嘛有看到有台文啦我知影讲有足侪人有足侪台湾人看到这个台文就想讲，这个是毋是越南的文啊？是毋是？但是我就想讲，这就是爱慢慢来推广啦，互大家讲愈来愈惯势，讲这个台文嘛是这个真有台文嘛是一个足正常的代志。未来咧，我最近的其实呢是有想讲，这踅股外路我办5档啦嘛，今年嘛是要超过100场活动嘛会超过3000个人3000个人次来参加，所以讲我伫美国这边呢，Adobe 呢，这个公司你就是员工，你若是做5年，你就会当休困1个月是有薪水的，有薪水的。我即马就因为今年确实讲感觉讲这个票较难，这找人找到就有小可忝嘛，所以讲即马就是有想讲明年可能爱来休困半年以上，半年到1年。半年到1工啊！我即马呢嘛我有一个台电机的这个学弟伫台湾因就是有想要来做这个约会的软体，所以讲我即马嘛是想讲明年若是休困嘛会使有较侪时间来研究讲这有可能会当做新的物件，嘛有可能就是加开一寡时间伫
伫阮某还是伫阮诶这囝面顶安尼。好，所以讲这就是咧西国外佬诶这故事，就看大家有啥物问题无，或者会当来回。好，感谢大家啦，就是台语无介好，但是就是努力来讲。好，看明翰你敢有？好，安尼咱互大家小可想一下问题吼。对，因为咱知影讲，就是辉顺兄是伫台湾人伫社群内底真活跃诶人，就是咱台湾人若是有啥物活动拢会参加，伊嘛是，抑阁是画派会长嘛吼。是啊，抑阁是好，对就是对于咱台湾人是真热心对就是我头一摆看到伊时阵，我感觉这个人毋是普通的工程师，迄个气质就是无共款。不过嘛是真专业的工程师啦吼，就是会知影讲伊有即款热心的个性，甲即款做生意的天分安尼。无啦，即马就是讲，迄当时来美国读册的时阵，就是可能讲就是就爱参加台湾人的活动啊，亲像迄当时伫 UW Medicine 的时阵，我有去参加发拍嘛，有参加台湾人教授学会的活动，参加三年，去斗相共去录影抖音剪影片安尼上传到 YouTube 安尼，就是讲就爱参加台湾人活动。伫湾区的时阵呢，其实呢，伫 COVID-19 中国肺炎进前呢，嘛有家己的一个台湾 online 的社团就是每3个月大家咧找台湾人来食饭只是讲伫 COVID-19 中间呢，无法度找人食饭嘛，就想讲是毋是来办一寡活动办互台湾人来参加。微博野手，请问，听袂到你的声呢？无听到。我会使先讲袂？好，请讲，婷婷。我是婷婷啦，您好，多谢好。我今仔日来遮就是为着要看即个少年人吼，你变啥人？感谢。我即摆有一个问题吼，你讲你要熟悉100个新朋友吼？是。这新朋友，你会甲过滤无？还是讲什么人入来你就会参加啦？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吼，咱这个年龄限制啦吼，因为你即摆主题拢是讲吼，选择就是讲你即摆要爱即个人，伊无食薰，伊无跋筊，伊身悬伊的限制吼。但是敢有去考虑着讲，较侪年龄层的问题啦，还是讲你是为着即个身份的问题？我要讲的是讲，我家己囡仔吼，伊嘛是迄个北国年代人。内政部有统计，为什么即阵人拢毋结婚啦？内政部统计吼，差不多50%以下，伊拢毋结婚。结婚伊嘛毋生囝。我的囡仔嘛是拄好伫即个阶段。你甲讲吼，伊生活较好势。但是我即摆是讲，咱今仔日咧讲即个主题，是毋是讲有去想到即个可疑的人安尼啦？为什么因会安尼想？是。以上。好，第一个问题是讲实在100个人，但是这100个人敢有要选，是毋是这个意思？对，就讲因这100个人的，伊这人的即个背景。是。伊来即个咱的要讨论的即个主题，还是讲伊对
咱的本土语言啊，是台语诶，咱的母语，哦，伊是有一款伊的想法，还是安怎，还是讲伊干那诶是来即个口座要来看物件。我即个好奇讲，你即摆要是毋是有即个100人的标准是啥安尼啦？知影，这100个人是建议啦，亲像阮即马有办这台美场嘛，吼，你若是北美洲这边的大埔哦来参加我的台美场，你若是每一场拢参加，阮即马就是讲查某每一场拢是无共的但是你若是伫北美洲的大埔，你是会当每一场拢参加，你若是参加一年。参加一档，差不多阮一档有8场啦，所以讲你若是8场拢参加，一场会当实在12个查某，你安尼一档就会使实在100个人啊，这另外一个就是讲你想讲，你实在这100个人是毋是有共款的背景同款的怎讲学经历，就是讲你就爱看讲你是去什么所在实在新的朋友亲像你若是来发拍来参加，那我会当保证说你来发拍这边你实在新朋友拢是爱台湾的你若是要去这钢琴赛学会参加活动，你就会实在足侪钢琴赛，所以讲你若是这嘛现在。鼓励大家行出去，实在新的朋友啦。因为像阮这款定定去参加活动的人当然是实在足侪新朋友但是我嘛知影讲，阮办活动有足侪人，就是伊伫湾区遮尔侪台湾人，伊有时阵就会听到有人讲，我伫湾区，我拢无实在啥物台湾人台湾人足少诶，我就想讲，阮敢是生活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湾区所以讲，第一个就是讲，其实嘛是爱鼓励啦，鼓励大家都是，你若是有囝有朋友，伊平常时无参加活动伊嘛无想要找男朋友、女朋友，你无出去实在新的人是无可能讲，这翁还是某安尼女朋友、男朋友对天来落来互你这是无可能的。第二个呢，就是讲你讲这年龄的问题啦，就是讲这其实是一个问题无对，因为即马大家愈来愈晚结婚嘛，愈来愈晚找女朋友、男朋友嘛，有一寡人因个想要生囝对无？所以讲但是你若是想要有这小朋友。其实就是讲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啦，但是这嘛是一个较难的问，是讲较好来回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限制啦我大部分的活动拢有限制，讲40岁还是45岁。以下呢，但是有时阵就是有人会抗议啦，就是讲伊50几岁啊，60岁，可能顶摆还有一个70岁的阿伯讲伊嘛想要参加，伊叫我讲你毋通有这年龄的限制啦但是我对我这办活动的人，就是讲你要安怎管理大家的期待，这嘛是最重要嘛。你要互大家知影讲，你来参加活动的时阵是会拄着什么款的人有时阵我的这个限制还是设在40岁还是45岁，就是互大家有这个期待说 ，OK， 我即摆我即摆来40个人。上老就是到40岁到45岁安尼即马嘛是讲台湾政府就是台湾政府内政部还是那个户政因嘛有找足侪台湾的这个公司来办活动办联谊啦要希望讲大家会使就是伫台湾
会使来找到女朋友啊，因为即马就讲这生育率低嘛，第一原因就是讲大家无结婚嘛，大家为什么无结婚？是因为大家伫进前无找到男朋友、女朋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一环扣一环的吼，所以讲爱先互大家找到女朋友、男朋友啊，互大家结婚，才有可能有有囡仔嘛，对无？啊，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像即马伫园区，我若是有实在中国人，中国人因即嘛就是讲，因是伫即马找一个上好的人结婚，然后来生囝，来结婚生囝成家，但是台湾人呢是，我即马看讲有人超过我的标准无？有超过就找一个男朋友、女朋友，若是无不要紧我会当做年糕，会当做互相不要紧我就是单身single， 安尼家己较欢喜。所以讲，我感觉讲即马台湾的文化少年人想的甲中国人想的是无共啊。所以讲，看起来讲中国人迄边我就是讲伫阮公司内底啦，中国人迄个少年的来一当两当就找到女朋友、男朋友就结婚诶但是台湾人伫阮公司少年人来，可能就是无就是 single 啦到即嘛嘛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因为台湾人你找某找翁的还是找男朋友、女朋友啊，时间你到30岁、30到40岁这期间变长啊嘛，对无？所以讲你想要，就是讲每一个人你的迄个时间变长的时阵，你若是想要结婚、想要生囝，这个是就会较困难我感觉讲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啊，安尼希望讲有你讲一讲。这主持人你家己有你的迄个口音，你知无？想无你讲过也歹。伊头起前讲啊，伊是金门人。对。伊会叫人看去啦。你即摆即个影片搁转来听看觅，伊想无甲想袂拢有啦。你无叫人看去，拜托个少年诶，你想无你就想无。你要去倒，你就要去倒，毋好叫人看去啊！你声音最好听，因为咱即摆本土语言的学校内底就是有些腔，拢甲你即种腔口拢甲你裁掉，你知道无？你讲话，人讲开喙，知你什么人？是啦。我要讲两项代志啦，第一项就是讲，咱你讲一直讲即个囡仔。这个限制问题其实毋是啦。我有一个朋友我要讲一个分享，就是讲，朋友的囡仔，伊毋是无爱结婚啦，就是伊家庭啦，因为咱即摆现代生活拢伤过富裕，你知道？定富裕到啥物程度？就是讲，伊阿嫂甲伊阿兄结婚了后一直生囝，连续生3个啦。这个阿兄。趁钱嘛，趁袂好势，但是就是伊看到讲，即个厝内面的家族有即种情形时阵伊就无要嫁娶啊。你看60年代、70年代，我拄有讲内政部为什么统计这个数字啊？即阵人到底伊是安怎无爱结婚啊？结婚了后是安怎无爱生囝？我这朋友的囡仔，伊就是因为要饲伊的迄个阿兄的囡仔，要囡仔请大汉。伊讲大人我无爱顾，囡仔我要甲顾，因为毕竟拢是伊孙，叫伊阿叔啊。这是一项啦第二就可能讲，可能钱的考虑啦，因为我毋知大家知影无？昨迄个即个华方伊个讲一个数字你真正足恐怖，就是讲。毋知要安怎去饲囡仔，就是讲，咱的迄个
迄个啥，每1点钟的时数吼，本来190块，即摆变196。哦，就是讲你去 7哦拍工，哦你去做工课，196哦，若是咱的基本工资已经起来28,950块啦。哦，就是讲即种数字哦，到底你是福利什么人？但是咱知影政府伊的即种数字，伊有当然有一个数据啊。哦，就是讲水准愈来愈悬，囡仔逐项代志拢袂晓做，什么代志哦，拢爱靠即个外口环境，包括食一个菜，风吹了，伊就无法度通买菜买甲足好势，伊钱就会去拍算去啊。这是种真普遍的生活。是啦，因为我讲的是讲，我讲的是经济问题啊。是。即阮细汉的时阵，阮爸爸妈妈无趁足侪钱啊。迄个时阵，阮爸爸可能是趁2万块尔，呀，最防重啊，对。感觉讲细汉的时阵嘛是讲嘛是厝内嘛是无啥物钱啦，但是阮嘛是安尼大嘛，吼，所以讲，即马大家要求，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啦，大家要求来愈来愈悬嘛，吼，所以讲，即个可能就是有一段真正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讲有时阵嘛是讲大家吼，拢爱说啊，我要准备好，我要趁钱啊，趁钱爱趁到，了后才有法度生，吼嘛有一寡人伫个网络面顶就是讲啊，你若是无趁遐济，你袂晓饲，无法度饲，你就毋通生，吼。有时阵即款咧讲法，我感觉讲嘛是伤过啊啦。当然就是讲你若是足善食的，吼，你家己拢无法度食饱，你当然是上好是莫生。但是咧，有时阵我感觉讲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你若是就讲你是你若是有法度生吼，互你会当有时间，你有爱吼，投入来照顾你的囡仔。我是感觉讲，你就会使信啊，毋是讲啊，你一定爱趁100万吼，趁200万、300万，就会这样法度都生囝安尼。我是感觉讲，大家这个观念爱改一下啦。较早我伫台湾的时阵嘛，无想要生囝，生出来之后中国人要创啥？来美国了就讲哦 ，OK。对。拄则位美国有问题对吧？有关无声呢？无声哦。安尼较好。安尼有是？有。无啦，就是真感谢吼，辉顺即届来参加来演讲安尼，就是拄则听你伫咧讲吼，就是讲到一个，我是感觉真趣味啦，嘛是提出来看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讲你拄则是讲吼，就是来参加这涉国外岛的活动的人吼，是真侪时阵吼，你是无法度确定讲，到底这个人是有结婚还是无结婚，还是有男朋友有女朋友还是无？是啊，就是结婚无，我感觉这真正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啦，无毋对啦。不过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一个人来参加，就是即款就是对看的活动吼，伊有男朋友还是有女朋友还是无？这到底是毋是一项就是主办单位有需要去插的代志啦？这就是我了解就是讲，对其他参加活动的人吼，伊可能都有一个期待，这可能甲你拄则讲就是管理期待这项代志嘛是有牵连啦。不过就是这敢是一个就是有需要讲。为这举办活动的人的角度来看，敢是有需要做限制的代志？这是我想要问。
感觉讲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啦，吼，因为就讲我无法度查，但是我的态度是讲，我若是知影，我一定会去做一寡代志，吼，吼，但是像讲我若是知影讲这个人有约会的对象，我就袂互伊来。虽然讲可能伊毋是无这个法律的关系，但是呢，我知影我就袂互伊来。啊，这个态度提出来了后咧，你就互人知影讲，这个主办是有伫用心的，吼，因为另外有一个人啦，伫巴比州，伊嘛有办过这个活动伫西雅图。但是西雅图伊办活动办一摆两摆了后，哇！我甲你讲，有足侪人走来甲我讲哦，伊迄个主办哦办活动，这实在是办甲无好，啊，这个参加的人呢，拢无过滤安尼。啊，伊家己的态度吼，嘛是讲伊无要插即款代志，啊，所以讲这对参加的人来讲，感觉无好。啊，对我来讲呢，你若是来参加我的活动，虽然讲我伫美国，这足侪是会去足难查的，其实啦，伫台湾啦，有足侪人，伊结婚了，伊嘛有一个身份证件是无翁无某的，吼，这个嘛是足简单的嘛，就是讲你结婚之前先去挂失嘛，吼，啊，了补发一张新的互你，啊，你就有一张好的，啊是无翁无某的这个身份证件嘛。所以讲，这一个人骗子，若是要骗你，伊是有足侪方法的，吼，是无法度防的啊，吼。但是我感觉讲，我做一个主办吼，我伫美国安尼办，是用我个人的这个人品吼来做这保证啊。所以讲，我感觉讲，我家己就是足用心伫办这个活动，啊，嘛有真侪人有感受啦。所以讲，若是有真正是发生啥物问题吼，是我无法度来这限制，还是我无法度来处理。但是阮的这参加的人拢会当了解讲，哦，这是其实毋是我的毋是我的问题啦，吼，安尼。对，毋过我就咧想吼，这敢是就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亚洲人甲咱就讲其他美国人看待就是啥物合作约会，啥物合作 dating，概念是无共嘛，对无？就是可能对美国人来讲，咱讲 dating 这个词好啊，可能就是讲这时间，伊就是想要试看卖哦，甲这个人 dating 看卖，甲迄个人 dating 看卖。如果伫台湾还是伫亚洲。状况来讲，大家讲约会，讲交往男朋友女朋友，感觉就是一个 commitment 安尼，啊，毋是讲是大家来看卖啊，就是看有下还是无下安尼。但是即马是讲，这是文化的差别的问题。时代嘛有伫，时代嘛是伫改变啦吼，因为即马的少年人伫台湾，伊嘛是因为 dating app 这流行啦，所以讲大家伫约会的时阵，嘛是慢慢的有像讲即马是甲足侪人同时间伫 dating， 还是讲伊是 exclusive dating， 吼，这就是讲即马，尤其是伫北美洲的人，我想讲就是北美洲的少年人，可能对这个观念较有的，就是说，阮即马 dating 就是出来哦，啉咖啡嘛，食饭嘛，哦，这个是 dating 无毋对，但是呢，就是哦，是毋是 exclusive 的？哦，这个就是讲，大家爱家己去判定啦，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阮这边就是讲，想要亲像 Coffee Meets Bagel， 吼，因是一个约会软体嘛，吼，啊 Coffee Meets Bagel 因即卖这主要的这主打，吼，就是讲因是 Asian 的 dating， 亚洲人的 dating， 吼，啊，另外一个就是 serious dating， 是大家来这边就是认真的啊，啊，像Tinder 这款 dating app， 因就是较 casual dating， 哦，可能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就是约炮的，吼，迄款
平台。所以讲，我即马对我家己的这个社交网络的定位，就是讲，你来就是第一个是台湾人吼，第二个就是你就是爱认真要来找对象的，安尼。无一定爱爱结婚啦，但是就是你就是爱非常的这认真的人。好，多谢。好，谢谢。安尼我就想讲哦，咱这网站就是讲，拄则迄个王先生讲的话，就是讲，每一个人爱先睇过，是这个意思。先睇一遍啦，你无甲睇，你就知伊什么人。因为即摆人，这个社会的形态真歹讲，就是睇过。啊，你如果若安尼时阵吼，咱的这个网站真简单啦，你着影像拢开啊。哦，是啊，阮即马这线顶的这快速优惠就是讲，我就讲上简单就是安尼啊，免赶啦，因为缘分的物件也真歹讲，因为嘿，我是讲，你爱看年龄啦，看你是你的人生的过程啦，你人生过程你若是要交迄个会当食老朋友吼，你就干那交朋友尔嘛。但是咱这个迄个平台，伊是要交会当甲你生活做伙啊，爱做伙真困难呢。你的生活因就是拢无共款。你若交朋友甲生活做伙，这两种的角度是完全就无共款的啊。我即摆想法是讲，好啊，你若要参加人，你着先拍开你家己的影像啊，过来就讲，咱着清气，咱这个网站爱清气，就是讲，毋是讲拄啊迄个少年，少年诶。你有哪会晓讲约炮哦？吼，我毋知你啊讲这，我咧讲哦，咱要提物件就是讲，这个目的是啥物安尼？除了台语以外，要来推销台语以外，咱就是爱认真，甲咱这台湾的这个文化、传统文化，咱就是除了讲你今仔日某无去，还是翁无去，还是讲你自少年都有家庭的这种无圆满，即摆食老想要来去甲弥补，咱嘛请用这个平台来找人啊，一定会啦。我感觉是一定会啦。我今有办这个互40岁到55岁的活动啊，就是讲实体就是讲伫公园，就是阮这边有一个同万节啦，我就想讲，我来办一个吼40岁到55岁的人会当来找伴的吼。阮呢个活动内底有一寡人是翁无去，某无去，嘛有可能是离婚的，有囝的，迄种诶。我即马我活动办完了后咧，阁有人伫问我讲，即摆是啥物时阵啊？所以讲，我感觉讲，这40岁以上50岁、60岁其实啊，一直拢有人伫写批互我讲，你爱办这个活动吼，你爱可能就是讲无共的无共的年龄的人有无共的需要啦吼。所以讲，我当然啦，对我来讲啦，我是量力而为啦吼。我就是讲，因为我这礼拜我嘛有家庭嘛，嘛是爱开时间来办活动，但是嘛爱照顾我的这某甲我的囝，所以讲我是尽量啦吼来办活动吼，尽量来提供这大家这平台，会使实在新的朋友。咁有想要甲即个物件做较大，就是讲，比如讲有3、4个人同齐来做即个工课，伊就较毋免甲遐侪。即马个工亲像我伫 New York City 办活动，其实即摆是有2个小帮手伫来斗相共啦，吼。我平常时我嘛有一个群组，吼，LINE 的群组就是像我办活动有人会当来主持，有当会人来斗相共。是就是讲爱安怎讲会当
找人来斗相共，会当甲这个 project 会当 scale up， 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啦。因为即马就是这较亲像一个职人公司啦，哦，一个人伫做所有的代志，哦，做 marketing 啊，做 event planning 啊，哦，这是一个挑战呢。是。我要问看咱的这个媒人讲啊，媒人讲啊，你是媒人讲啊？是。你是媒人讲啊对吧？算啊，算是啊。你即摆住的所在伫倒位啊？哦，我即摆住伫西港这边啊。啊？我是住伫石河市这边。啊，就是讲，因为侨委会吼，伊有一寡大桥啊。是。你联络咱的大桥，我感觉你台语讲了嘛袂歹。你应该是北港年代的人。你几年出世的？我是1988年。88年哦。我就摇好啊，你就是北港年代人啊。啊，北港年代人吼，台语会讲得遮好吼，除非你甲阿公阿嬷斗做伙。阮囝是无吼。啊，你讲遮好是袂歹。啊，我即摆意思讲哦，有一阵迄个大桥吼，伫2019年有转来台湾要学台语啦。啊，尾就 COVID-19， 因的方法是安怎呢？侨委会就是2年吼伫台湾，即年伫台湾，啊明年就是去美国安尼就对啦。伊会选择伊个计划案吼。啊，但是迄年拄转来，啊，因即阵人吼，因应该是你的顶一辈啊。啊，但是因的囡仔无法度像你安尼讲话呢。你算台语讲了真好，这大桥转去的时阵，来咱台湾伊嘛真爱甲咱讲咱的话啊，感觉就是个嘿。啊，但是伊嘛是希望讲伊的囡仔会当讲这话。啊，我即摆重点是讲吼。咱即摆即个目标就是讲，就是即个音源嘛，吼，音源的物件吼。啊，我拄讲的这个物件就是讲，你即摆是要甲推送你伫咧美国的情形，还是讲会当为台湾要推送讲甲美国的音源？你的目标是啥物？目标哦，目标第一个当然是伫北美洲的台湾人会当互相来熟悉啦。哦，啊，我有这台美场哦，就主要就是讲，因为一开始这线顶快速优惠的这几个这流程，几个这方法，其实是台湾的一个人教我教的。哦，迄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公司啦。哦，啊，伊当时就是讲对我写过网络的这分配去。有的时阵呢，其实我迄阵是无啥物活动的啊，吼，就是讲办一寡hiking啊，去爬山的活动安尼。啊，迄当时就是伊就来找我讲，咱敢有要来合作来做这个线顶的这快速优惠。啊，我迄时阵其实是无想讲线顶要安怎办啊？吼，可能我嘛其实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啦，但是我迄阵是无啥物。想法讲要安怎办，所以讲阮迄阵的合作，所以讲我就学着讲，这线顶的这快速优惠要安怎来操作哦。啊，我当然是后来呢，就是有愈来愈改进啦，就是大家有无同的意见嘛，哦，每一个这个环节都可以安尼用好，慢慢改，安尼愈来愈好。啊，所以讲我这台美场啦，我就是。放去遐就是讲，虽然讲有一寡时大人伫北美洲这边吼，就是讲啊，伊就是无赞成讲吼，要做这个台美场，因为伊嘛是可能讲有看到真侪讲有人对台湾过来美国啊，有发生足侪问题，这嘛是有吼。但当然啦，我是感觉讲这婚姻啊，这结婚的这问题，伫台湾嘛有嘛，对无？吼，伫北美洲嘛有嘛，吼，毋是讲。对台湾过来美国才有嘛，吼，所以讲我是想讲第一个是这个公司对我算讲是有恩情啦，吼，当初是教我吼要安怎做这个物件安尼，
啊，第二个呢，就是讲有足侪人就是讲亲像一寡大桥，伫即边可能讲10栋、15栋、20栋吼，但是呢，一直这所在伫这 city 内底，一直是找无。所以讲啊，这大美场啊，就提供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讲你跳出你的平常的这生活圈，啊，去熟悉无共，去熟悉台湾的人，哦，可能有无共的这因缘，哦，安尼，好啊，头拄有一个问题讲，中公遐顶问讲，约会拢讲啥物话？哦，歹势，约会当然是讲华语啦。歹势，我家己是有一个想法啦，但是就想讲是毋是有可能来办一个台语的快速约会啊？但是我毋是讲就确定讲，因为就是讲阮即辈的人可能讲台语的人是真少啊。啊，你讲爱找一个就是讲台语来谈恋爱。你袂晓来回讲，我用国际语言哦。国际语言是啥物？英文吗？手语啊。啊？会使甲迄阮这亲仔较合班啊？无啦，少年诶。是。你莫甲伊叫即陪人讲啊，手语啦，手语即摆是从台湾的国家语言，你知无？是。即摆台湾国家语言有5种，其中一项就是手语。我可问一个问题，所以我看起来你较侪人客是美国的查甫甲台湾的查某，安尼？其实咧，嘛毋是安尼讲，因为我感觉讲我伫美国这边哦，有时阵是，我的这个 fan page 啊，其实大部分是查某伫问我讲，啥物时阵有活动？吼，啥物时阵你的活动要开来我遮？吼，啊，定是我无大波会当来办活动吼，所以讲无一定是大波较侪啦，只是讲我这办活动的时阵，我若是办这个台美场，对北美洲来讲诶，你无论伫啥物所在，拢会当来参加我的这个台美场。但是呢，我伫北美洲办活动的时阵，若是讲我办北加州、南加州，还是办西雅图的活动，我就是我就是针对迄个 city 办，吼，安尼办的时阵呢，别个所在的人就无法度参加，所以讲有时阵就是要找人的时阵较歹找，所以讲台美场是唯一一个就是无这所在的限制的这场，所以讲感觉讲会较侪人会来参加，是安尼。所以你属实人客是查某较侪哦。所以讲虽然讲我可能我即马 fan page 面顶，若是看迄个粉丝的这个查某甲这个查甫的这个分布是查某较侪，查某差不多是55%，啊，这查甫是45%安尼。无讲差真侪啦。因为我有个印象，就是讲较侪查甫就是丢伫厝里拢无爱出来，啥物拢无爱参加，对，啊，查甫就较有，比如讲像顶摆办罢免嘛是，来拢是查某人，是啊，较有迄款动力去做一寡社会啦，还是讲社交即款的活动。你对这个现象啥物看法？罢免这是较特殊啦，但是对于我做约会活动来讲呢，平常时会传 text 给我的，拢是女性啦，吼，这是较特别。我感觉讲是伫这大部伊较少会，伊若是要来，伊就是直接买票，但是查某呢，伊会想讲，我来问看卖，讲有我的活动，啊，若是无，敢有法度来办？哦，我感觉讲，这查某是较会晓讲寻求协助啦，吼，啊，大部是伊拄着即款感情的代志的时阵，可能就是较歹势，会较袂晓讲，就是较袂甲
别人讲讲，我需要找一个女朋友啊，哦，安尼，我感觉讲是安尼。安尼请问一个，就是即你平时办活动，就是怎样讲，是查甫迄边的先玩，还是查某迄边的？这其实嘛是平常时啦，拢是查某较紧，查甫较慢哦。但是我若是办实体in person 的活动，拢是查甫较紧，查某较慢。少年咧是叫做实体，毋是叫做实体，实体。身体。你即摆是吗？就是实体。实体吼。啊，你袂使讲实体。我是老师，我较敏感歹势。喂，实体。所以像你啊，吹无人，有即种很熊。啊，歹势，你两个同齐讲。定先讲。他都迄个问题啊，是，就是嘛是趣味，就是啥有即种很熊。我感觉讲是因为对查某来讲，这个线顶的活动较安全啦。而且你毋免出门嘛。但是对查甫来讲，伊较在意的代志就是讲，伊想要看到这个人的实体，就是讲伫现实最上先做啥物款啊呢？是，因为伊就会想讲你若是有这个镜头嘛，可能有啥物美颜啊，可能有啥物伪装啊，就会骗人啦。所以讲，我感觉讲查甫较爱看到实实在在的人哦。毋是啦，应该是讲你即摆讲今仔日讨论的主题啊。一般查某人伊会较要紧即个感情的代志，啊，查甫人伊就会讲就煞。伊嘛无咧要紧要甲你讨论啊，啊，查某人较会讨论啊，今日到这问题出现啦。敢会有即款的压力讲，查某会较需要伫咧，比如讲30岁进前找个对象，啊，查甫就较无迄个。我感觉讲，其实即件代志是因为过去大家拢想讲啊，这查甫就是等到40岁过来找某嘛袂要紧啊。但是我即马感觉讲无，即马是查某查某过35岁了后，拢歹找。即马有足侪迄少年的女性哦，少年的查某是讲40岁以上上老啊以外，所以讲我感觉讲较早大家就想讲啊，我就努力打拼啊，来做工课这到35岁、40岁过来找，我即马感觉讲30岁、40岁过来找是袂赴啊，应该先准备好，因为你若是进前都无练习，讲你要安怎讲话，要安怎穿衫，要安怎有这个正确的知识来找某找，这是你到35岁过来有时阵就侪物件是无法度改变啦。你就是你的形就是定伫遐。你若是无啥物吸引力，你讲你过35岁了，你爱变做个有就有吸引力的人，我想讲这是足难的啦，是做会到，但是可能是较无法度。咱讲1钱2缘3岁4少年，对吧？你可能感觉讲我较有成就，较有钱。我感觉是少年啊，过来是这叫1钱1钱2缘3岁4少年。少年啊，水啊，还有咧有缘分，较要紧。对，好，Patty， 你有举手。3岁是啥？水就是你生到水啊。水3岁哦。水4少年。OK。我刚刚讲是少年水有缘分。我问辉顺，你敢有拄着讲一个活动
查甫甲查某迄比例差就要是用找无查甫还是找无查某像即款，顶摆迄你安怎处理？顶摆我想要办迄个互基督徒参加的活动，互西安的人来参加。结果迄场是有一开始就是6个查某，查甫只有一个尔。因为我家己毋是基督徒嘛，我嘛无实在啥物查甫的基督徒，所以讲我迄场后来是 cancel 啦，就是取消安尼。所以你毋是基督徒，你毋是基督徒，基督徒，毋是，但是现在聊准哦，基督徒。好。我先分享者吼，阮咧国小的老师吼，比例吼，查甫甲查某差真济咧。老师啊，所以国小老师足济拢无结婚啦，拢无结婚啦嘿。阮囝嘛无结婚，伊就1980生啊。结果就是讲，因即代人，我拄有讲过，就是内政部有一个数字统计，因即阵的人毋知影毋结婚。伊讲你伫学校你做老师，你毋要甲恁囝介绍者，阮歹势哦，卖较好啦。台湾的现象就是安尼，即摆少年的吼，伊有自主性，伊今仔日会当买厝，伊有迄个正当的头路。伊毋要做包租公包租婆，伊逐个月干0056、005，什么005，我这003、937，伊安尼买一个股票甲囥咧，伊逐工就包租公包租婆啊。你就无伊啊？哈？我嘛有一个小弟是伫台湾啊，伊即嘛是好女朋友啊。我顶摆就是。我就甲伊讲，我有来参加我的活动有一个查某住伫阮兜附近，你敢有想要实在一个，交一个朋友嘛，对我来讲讲，加交朋友是加好啊，对无？但是阮小弟就是看相片了，就说，这我无介意。虽然讲我是敢讲，伊性格是无够迄个 model 迄个水嘛，嘛是足够水的啦，嘛是讲看起来足顺。就是嘛是顺眼啦吼，但是阮小弟就讲无爱吼，这个时阵就是讲，你嘛无法度叫伊讲，你一定爱去做啥物代志，伊无爱就是无爱啊，吼，伊心情无好就是伊就是无想要实在嘛，你嘛无法度啊，即嘛就是有时阵啊，就是当然说家己的这些亲人是有时阵是。就歹去甲伊讲话啦，因为有时阵讲到一寡物件就掠起来，就无法度。我讲问一个问题，我知影你无在包生囝，不过我看你有时咧，你是有在约会了后去小可统计一下俗户的发展是啥物安尼？你有办即款台湾甲美国两边互相熟识，不过即款。过咸水安尼是的关系，其实应该是有足侪的需要去克服的困难，对无？你敢有看到一款现象？困难是有啊，阮即马办台美场，其实即马也无啥物成功的案例啦。即马对结婚的拢是人拢伫北美洲的但是我有真侪朋友，其实呢，因的某是对台湾来的，来了后呢，嘛有生囝呢。其实啊，就是讲对台湾来这边生活，有足侪物件爱调整嘛，爱适应嘛，还有两个人可能咧沟通的迄个方法可能无共。我感觉讲这确实确实是爱注意的代志。搁一个问题，因为恁做即款7分钟实在一个人，对无？其实这是需要技术的，就是我是讲参加的人，伊要7分钟互人实在你
还是讲7分钟，你实在另外一个人，这无简单诶。啊，是，你敢有办 training，讲你在参加进前先学一下？无呢，但是就是想讲办，我知影讲这7分钟要11个人其实是足困难诶，但是嘛是互大家一个机会，都第一，阮是开这镜头来开讲，所以讲呢，甲你讲话的人一定是真诶人哦，除非就是讲未来的 AI 的技术愈来愈好，然后可能是 AI 的假诶人哦，但是即马无到迄个时阵啊，所以讲即马若是拍开这镜头吼，看到人啊，甲你讲话应该是真诶人啊，尤其就讲你就会当看见讲这个人是台湾人嘛吼，啊，再来就是讲，这7分钟是毋是爱训练？我家己感觉讲，当然啦，就是讲，因为有时阵，阮就是叫因自我介绍因家己嘛。啊，有一寡人就讲啊，我平常时就我喜欢看 YouTube 啊，我介意看那个电影啊，就讲煞，就别人就像讲，有一寡人说哦，我平常嘛无啥物兴趣，就伫厝内安尼看这个名册啊，看 YouTube， 就想讲，你安尼介绍家己，会敢袂使，别人听着就感觉讲无啥物兴趣啊。但是我家己是感觉讲，你若是有听着别人要是安怎做介绍，你可以讲，有一寡人听着，你就哦，原来是安尼，会当安尼，做自我介绍嘛，吼，你就会改进，哦，无我就想讲，主要啦，就是讲这7分钟是互大家看到讲，吼，这个人讲话是啥物款啊，有啥物想法啊？因为有时阵伊若是拄着你无介意的人，其实咧这7分钟是足长的吼，但是你若是拄着开讲感觉袂歹，这7分钟可能活动结束了，是有机会会当搁伫 LINE 面顶吼，会当搁开讲诶。我甚至有可能就是讲，约出来看卖，嘿，是安尼。所以讲，我感觉讲7分钟，阮即马办活动办到即马，我感觉讲7分钟是一个拄啊好诶时间，吼，互你有一个机会会当甲这真诶人讲话，毋是讲只是讲摕这手机啊，伫遐刷吼，刷。你每一工开这1点钟伫遐，但是你可能一个人拢无讲着话，哦，但是你来我诶活动咧，拜5下昏诶2点钟，你就会当熟悉12个新朋友。我是感觉讲安尼是较有效率诶做法，来，在场敢有人有问题，还是有意见？面顶这请问恁互阮这可能爱影响到这问题。我拄则梁光遐问讲伊，就是讲约会用啥物语言，就是。有联系哦，约会。好，安尼我就先安尼时间到梁光兄，看梁光兄啥物安排。今仔日即个活动真正趣味吼，虽然我是做阿公诶人吼，嘛咧听讲，加减我讲恁少年即摆咧想法是啥物款吼？其实我嘛有一寡亲情，因嘛是讲还袂结婚吼，我住伫南加州，我嘛想讲，你要用啥物款方法，会当讲请因来看即个 YouTube 啦吼，假使来还佫听有啦吼。其实即摆我拄则咧问讲，即个恁会员的迄个约会语言吼，上啥物？其实我是当然嘛知影，但是加问的啦吼。感觉讲，咱即个论坛是算讲逐项诶，尽量讲吼，咱就是会当用台语来表现吼，来沟通吼各种诶议题吼。我想上歹讲诶，即摆就是讲用即个台语来做约会语言，即件代志啦。即若讲变做讲即台湾诶少年人，因约会语言变做台语吼。我想咱难免想
烦恼讲啥物台语会死也无吼，嘛毋免讲烦恼讲台湾的建国也无，我想即点是上困难做会到的代志吼。真感谢即个金南书院来明翰吼，招即个惠顺来讲即场即个活动吼，期待啦吼，咱若莫讲期待，咱来公司梦想啦吼，有一天恁会当来办一场用台语的约会做主题吼，试看卖吼，大家吼。安尼我来介，咱后礼拜吼，嘛是共即个时间，咱后礼拜是有一顿即个台湾国的即个少年爸爸妈妈嘛吼，嘛有担心的啦吼，毋想毋过拢是较安尼对即个台湾建国较有心的即个少年人吼，因会来主持吼，可能会讲台湾国语即个主题继续，主要是读过去较早。即个50-60当前即个台湾的作品安尼学校的公布顶的作品，好安尼，多谢要咱大家拍扑一个吼。好，感谢。这样人进步伊会进步，伊绝对会进步。是讲台语绝对会进步。安尼我甲即个录影关起来吼。若大家要过来有当遮开讲一下嘛，欢迎安尼吼。好，多谢。